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乐器，用我们的音符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拍手，这时候伸出手，敞开我们每个人的胸怀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时候伸出手，敞开你的胸怀。开心门，抛开郁闷，去迎接神的到来。不论你是谁，身处在何处，你灵要苏醒，你心要飞扬，当知你是神儿女，至宝贵。再一次，这时候伸出手，敞开你的胸怀。开心门，抛开郁闷，去迎接神的到来。不论你是谁，身处在何处，你灵要苏醒，你心要飞扬，当知你是神儿女，至宝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高声欢呼，主耶稣我救主。哈利路亚，荣耀主，你能力运行此地。哈利路亚，歌颂主，赐下平安与喜乐，时刻同在，神的儿女应当赞美不息。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边，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诉说神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下的大能大事。我们一起再用这首歌再来敬拜。这时候伸出手，敞开你的胸怀。开心门，抛开郁闷，去迎接神的到来。不论你是谁，身处在何处，你灵要苏醒，你心要飞扬，当知你是神儿女，至宝贵。哈利路亚，赞美主，高声欢呼，主耶稣我救主。哈利路亚，荣耀主，你能力运行此地。哈利路亚，歌颂主，赐下平安与喜乐，时刻同在，神的儿女应当赞美不息。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高声欢呼，主耶稣我救主。哈利路亚，荣耀主，你能力运行此地。哈利路亚，歌颂主，赐下平安与喜乐，时刻同在，神的儿女应当赞美不息。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高声欢呼，主耶稣我救主。哈利路亚，荣耀主，你能力运行此地。哈利路亚，歌颂主，赐下平安与喜乐，时刻同在，神的儿女应当赞美不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当赞美不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神的儿女应当赞美不息。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来赞美的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父的孩子。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赞美。渺小无能你，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他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并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能力权柄，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
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心里面充满的就是喜乐跟盼望。阿们吗？我们就让这首歌，我们来大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再一次对自己来宣告说：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哈利路亚！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给我们的神，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给，再大声一点，来赞美我们的神，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来向他拍掌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配得我们来向你歌唱的，你是配得我们大声来向你来呼喊的，你是配得我们的掌声的，因为你是主，你是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主，谢谢你保守我们的日子，主，谢谢你看顾我们的脚步，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每一段的生活，每一段的这些的挑战。主，谢谢你，你总是在我们的身边，你总是看顾着我们，你总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你总是在我们的身旁周遭为我们带来你要帮助我们的人，你要帮助我们的事情。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依靠你。谢谢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我们是天父的孩子。谢谢主，主，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依靠你，因为你是信心，你是盼望，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信心，你是我们的勇气。主，我们要来依靠你，我们要来依靠你，依靠你，我们就必能够得胜。主，依靠你，我们必能够胜过我们的所有的挑战。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谦卑自己，让我每一天都能够思想你，让我每一天都能够亲近你，借着读经祷告与跟神你建立美好的关系，好叫我们能够察觉万事都互相效益。主，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我们的神。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保
主，是的，是神，是耶稣把我们寻回。谢谢你，谢谢主。虽然我曾有死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因你的宝血。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补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补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无瑕疵。来到破碎的我面前，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天涯海角，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主耶稣，你来到世上，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我们是你定义寻回，是你用你的宝血来赎回，你是挽回祭，挽回我们在神的面前。原本是罪的仆人，因着你，我们成为天父的孩子。谢谢主耶稣，你所与我们立的约是用宝血来立约，我们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谢谢耶稣，你也应许我们，你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是为了要叫人看见在我们身上你的荣美，也透过你的儿女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跟你的慈爱，要叫这世代的人透过这些的见证，能够寻求你，快跑来跟随你。主，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无论是在实体或者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同得你的恩典，也能够成为你恩典释放的管道。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6章的25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位他用华语的一起来。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也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为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先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确认或者是明白我们的身份。那不是说天父的孩子就不会忧虑。我想请问大家，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今晚你此时最大的忧虑是什么？你此时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健康。前天晚上我在忧虑的是什么？明天要打疫苗，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所以可能这样稍微一点紧张睡得不是很好昨天早上我就提早去，因为10点到11点打，我到那个维先执事他的诊所，那他是10点到11点会停诊，然后专门打疫苗的那我就大概大儿子载我去，然后9点还到9点30几我去，我拿到的是60号，结果我打的是第一个我就以为要等那么久结果我是第一个打那当然进去就我有先跟那个维先执事打招呼，他说不是我会交代我会吩咐那个医师其实也不用什么交代，因为他只是问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过去的一些的症状或什么样的经验这样。那完之后就打了那其实他在问诊的时候，我一边是听着耳机，是听诗歌了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的担心忧虑因为我们本身会有一些的过敏。那虽然知道这个疫苗是比较传统，比较没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的担忧，所以一边就祷告，一边就听诗歌，心情就不一样那小姐就护理人员就解释，然后等一下要怎样然后不要揉不要去揉它，对吧？对 ，Mandy， 今天他们有去打打完之后，他说15分钟，如果没有怎样，你就可以离开那我比较仔细，我待了30分钟才离开然后就问小姐，我30分钟可以，你可以离开了这样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说在云端稍微有一点晕晕的。那我确认说，是我昨天睡不好晕呢，还是因为药
那结果知道是脖子稍微有跑掉，所以在晕哈。我想不管我们的信仰怎样，我们还是会担忧可能明天怎样，甚至我们更会担忧的，愈会超完的讲，我后礼拜哦，一个月以后，还是哦明年唔知安怎。有时候我们会超前部署忧虑，你知道吗？忧虑好多、好远、好久哦。那刚才说为了健康，可能有的人在昨天在分享这个领袖小组的时候，人就为了可能他的经济，为他经济哦。那这里我们看到为了什么？吃、喝、穿什么？哦，特别是有时候姐妹早上起来，我想说我要穿啥？这种问题哦，刘牧师比较不担心，因为大概都穿一样，都是穿这个阿嘎佩的哦。那有时候我们会穿，也要怎么去搭配哦？今天穿才好看哦。那这里讲到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哦。那说的容易，但是做起来，如果你有一件事情跨境，就好像我刚才分享要打疫苗，明天换那个牧师娘跟我的小儿子要打哈。所以可能我们会在意，或是会去担忧。有人会担心说什么？哎呦，会不会确诊？有人会担心说我的病痛会怎样？在代祷里面，我们看到某某某的儿子他呼吸困难，原来是鼻息肉要开刀。所以我们会为了这些烦恼啊，对不对？会啊，信耶稣的人也会烦恼哦。但是当你烦恼的时候怎么办？那我的做法就是祷告，我做法就是听一些诗歌，让我的心情能够缓和下来。因为有人打疫苗过度紧张，结果什么？换气不顺昏倒了，会有这样。那你有没有寻找到一个方法是可以帮助你，让你可以不用为明天而忧虑？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为了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教导？他说不要为吃、穿、戴来忧虑。他讲了一个价值观，就是说，你的生命敢会比这较要紧吗？当然，如果担忧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做面对？所以耶稣举了天上的飞鸟跟野地的百合花，来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积聚粮食在仓里。野地的百合花，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是所罗门的人伊结行五的时，无达得这个花一蕊，那样的一个美丽。所以呢，讲咱你们不比那些更贵重吗？所以进入到主题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贵重的，是宝贝。所以既然是天父的宝贝，你若是你的宝贝，你会不会他想要的、他需要的，你会不会给他？你会不会供应他？当然会。所以天父要我们活出的是什么？信心、盼望，因为我们天父是很富有的。我曾经在举办一个大的活动，新庄的市长问我说：“你们有钱吗？”那个活动可能要600-700万。政府只补助460万，其他的我们要自己去筹款。我就用信心来宣告，跟市长说：“我没啥钱，但是我的老爸做有钱。”他就笑了一下结果我们所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总共用700多万，然后办一个月的活动。看在这些政府官员的眼里，他们看到什么？无论是天气，上帝在掌权；无论是经费，我们还得胜有余，可以去资助新竹桃山国小，或是这些偏远的这一些的客服的会有我们在最后一场晚会当中去颁发这样的一个就是奉献
我想这些都看在这些外邦人的眼中，连天气上帝都掌权，3个洪灾，神都让他能够让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所以耶稣教导说：你们呢？你们知道你们的身份吗？天父的孩子是贵重的，是被看重的。所以最后我要问：你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经历天父这些你所要给你需用的东西吗？我想我们本身经历了好多。当你在为可能建堂为什么样的事情你摆上的时候，你会发觉上帝更多加给你。奉献不要看人，不要看别人，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是关乎你自己会不会后续更多的供应给你。不要被环境所限制，而是要看天父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跟目标。所以天父的孩子是神不断的供应你，你有没有信心去经历？天父孩子的身份是贵重的，不要轻看自己。最后我们要透过这些的经历，最终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荣耀上帝，使人因为你所经历的看见，哇，原来这位上帝是真的让你得胜有余，供应足够的，可能是医治的，可能是让你有平安的，很多众人要透过你的身上，你所生命的见证来经历，来认识，并且来信靠这位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教导我们不要忧虑，虽然我们还是会忧虑，因为忧虑不会让我们增加15分钟的生命，不会增加我们的岁数。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软弱，但是你教导我们面对这些忧虑的时候，面对这些忧愁烦恼时，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身份来寻求、来信靠、来祷告。我们是天父所看重的宝贝，所以你已经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呼求的管道。面对我们所面对各样的困境、烦恼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了，就是我们的身份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大大张口，信心的宣告，你必大大充满，你必富足的降下你的恩典。以下时间，我们要透过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的见证，看到他们如何在困境当中经历到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带领、你的同在。愿你透过这些生命的见证来激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这些见证不是荣耀我们自己，而是归荣耀给天父上帝。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将时间来交给崔文长老。有声音吗？喂。大家好，我是第9区的区长詹翠芬。那今天是我们这一区只有一个小组17小组，那要来做见证。那我先来开始做见证啦哈。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就是我怎样在透过祷告，然后经历神的灵降在我的身上，使我得着能力的见证哈。那尤牧师有一句经典的名句哈，他说
做没有做过的事情叫做什么？好，你们都忘记了。好，做没有做过的事情叫做成长，做不敢做的事叫做突破，然后做不想做的事叫改变。那我首先要来说没有做过的事。那我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哈，那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充满了许多的害怕跟不敢。那尤其在面对服事、司琴、司礼啦、祷告啦、分享等等哈，我都不是那个能够随时站到台上来的那种人哈。那要做那个没有做过，然后不敢做的、不想做的事，对我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也需要极大的勇气。那在在6月中的时候，对，6月中的时候，那美英姐就跟我分享了，就是跟我传递的一起祷告的意向。那我第一个意念是想说祷告，我很不会祷告，然后其实也很害怕祷告。但是美英姐分享了这个意向之后，我们是想说不然我们就来寻求神，我们祷告看看神有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感动，这样子。然后于是我们就祷告了1个礼拜之后，神就把那个渴慕的灵都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所以从6月21号开始，我就跟美英姐2个人开始了每天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是用那个 RPG 的那个祷告的架构，然后开始每天这样子祷告，然后再用那个在家会主的金句，然后做我们的导读这样子，然后到现在，经过了2个月了，2个月的时间，那我们在喜乐小组里面就陆陆续续的邀请很多的姐妹一起加入这些祷告行列。到现在我们总共开了有7组还8组的 RPG， 然后有16位姐妹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一样，都会很害怕开口祷告，但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都一起变勇敢了。而且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们透过每一天的在家会主的金句来导读的时候，那就是那些金句就会成为某位组员那一天的亮光，或者是那一天的激励或帮助这样子。那在这里也真的很感谢3位牧者那个很用心的制作这个在家会主哈，然后用那个迦南之声这样子成为我们灵修的帮助。那等一下就是可以看到我们17小组很多的见证哈，真的是因为有祷告，所以那个见证就如雪片般飞来这样子。好，这个就是我第一个不敢做的事情去做了，然后这是我的成长，然后再过来是对，刚刚是没有做过的事是成长。好，那再过来是要讲不敢做的事。那就是有一次在周三，就是有一次是周三晚上祷告会，就是这个祷告会，我就看到群组上面就是副村长老说他不能参与祷告的服事。那早上那个当下，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说就是你了。那我心里就想说，不行，我不敢，我还是会怕。但是神就让我之后都坐立不安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说，我已经这样子跟组员们一起这样子祷告操练都已经1个月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派上用场的时候，应该是勇敢，应该可以勇敢派上用场。于是我就做了那个我不敢做的事情，就主动的去说我来替补这个服事。那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突破，就是主动去说好，我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好，这是我不敢做的事，对我就是很大的突破。那接下来再来分享我不想做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我是有上班，有在上班，那平常就是工作、家庭，然后还有服侍，其实真的是很忙，时间对我来讲就是很宝贵，很不够用。那我非常的讨厌别人浪费时间，就是什么事情就是好赶快这样子，希望很有效率。但是当我们开始跟组员一起祷告的时候，是要付上时间的代价。那虽然一直想说就简短，但有时候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愿意给出时间。那有一次我心里面就是一直有点抗拒，就是真的很不想把时间给出去。但神马上就让我读到圣经的经文，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主耶稣已经给我们榜样，他舍命服侍人，而我只是舍时间而已。到底有什么好舍不得的？我也不知道我在舍不得什么。那当下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于是我就马上就是赶快邀约姐妹要一起祷告这样子。那就是感谢主，那顺服神，勇敢的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就经历到生命的改变。那这些成长、突破、改变，都是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当中去领受到神的灵在我的身上，使我有能力去做那个没有做过、不敢做、不想做的事。真的体会到，就是多祷告多有能力，然后少祷告少有能力，然后不祷告真的是没有能力。好，以上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是就是我们小组员的见证。那因为他们也都跟我一样，就是很多的害怕，所以我们都是用影片来呈现但是我们的同工真的很用心，做很棒的影片，把它接起来这样子。那请大家就是注意来聆听跟看那个我们姐妹的影片。今天我要说的就是我信主的一个见证。在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我是所有的神都拜，而且很相信这些神会保佑我们。在我43岁左右，在美国有朋友带我参加教会主日礼拜，我开始听到福音消息，我很喜欢，但是我已经拜了许多的神，已经很习惯，就这样一直拜下去。经过了10年左右，儿子打球的朋友带他到教会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信主，读神学院，现在是宣教士。我才回想主耶稣基督一直在带领我们，只是我不知道。有一天读到诗篇95篇第3节，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万军之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就非常相信，我要爱主，我要依靠主，我就开始不去拜过去拜的神。2009年4月26日，67岁受洗，回转归向神。诗篇23篇第1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开始所有的需要都依靠主，每天祈求祷告，保佑家人、亲朋好友、家长、学生平安，还有我的工作顺利。我们在天上的父，多垂听我的祷告，帮助我，爱我，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今天我会信主，也是我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福音进入我的心，神就不放弃我们的家人，开始在保护我们。只是我不知道，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有一天你认识耶稣基督，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福气，赶快受洗，做神的儿女是最有福的。耶稣基督是万有的神，是我们唯一的真神，他是我们的救主。诗篇91篇15节，我们若求告他，他就应允我们。我们在急难中，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搭救我们，使我们尊贵。哈利路亚，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几年前，亲眼看见属灵伙伴因信主而翻转了他整个人生。当时也是我正处于低潮期，所以他就鼓励我，带我进迦南教会做礼拜。在慕道这个期间，魔鬼撒旦也常常阻挡搅扰，我就是坚持紧紧抓住主这一根浮木不放。终于我的人生也翻转了，从信主到现在所尝到的主恩真的不计其数。而让我最感恩难忘的是，2年前的7月5号，主安排了5天的时间让我回娘家陪年老的爸爸妈妈。没想到要回桃园的前一天晚上，妈妈竟然跌倒，而脑部出血，赶紧陪着妈妈坐着救护车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完以后，竟然说妈妈出血严重，而且不能开刀，情况不是乐观，并且开出了病危通知单。当下单子也是我签的名，签完以后真的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就这样的住进了加护病房。当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跪下痛哭，迫切的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是主你的旨意，我顺服，但我真的很舍不得妈妈离开。主，你是否可以来医治我妈妈？就在加护病房这1个月的期间，经过小组们的带导，还有姐姐彰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不断的同心祷告，妈妈病况奇迹式的稳定下来，连彰化基督教医院的主治医生都说，这是真的是奇迹。2年过了，妈妈的健康状况一直保持良好，更感谢主的安排，偶尔还会给我1个礼拜或10天的时间，能够回彰化陪老人家。这就见证主的慈爱，听见人的祷告，应许祷告的主，所以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他，他必不撇弃我们的。所以凡事祷告，凡事谢恩，主就应允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阿们。今天我想要分享我进入教会的生活。虽然我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进入教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因为工作的关系非常忙，
忙在跟时间赛跑，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来不及，都不够。然后中间我脱离了教会有一段时间，在这1-2年，因为身体的关系生病了，我整个退下来，然后我就全心的就是小组聚会、教会生活，然后跟调养身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小组，大家都给我的相当大的鼓励，然后教会赋予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团体，教导我很多，真的让我衷心的感恩。希望说我可以在这样的困境里面再走出来，然后就是我也尽量，我也都是以很正面能量的方向去思考我未来的路，我该怎么走。纵使说我以前的生活是非常的忙碌，上帝关了我这扇窗，他把我的眼睛关掉了一边了，应该是1边半吧。他关了我这样的方式，他又开了我另外一扇窗，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该要怎么做，我要该怎么过日子，真的。然后在小组的所有的姐妹里面，大家都真的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很大的陪伴。然后我也感谢非常，我比较不会讲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只是觉得说我衷心的感谢，满满的祝福，想要祝福大家说，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喜乐，平安、幸福、快乐，谢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在疫情期间，我如何来经历神。在5月初的时候，疫情爆发，教会所有的活动事工，都停止了。我想说这时候可以短暂的休息，但是到现在，疫情似乎仍未解除，我已经回不到以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了。看见电视上报道确诊有死亡的人数，心里就是无限的感慨。那这段疫情期间，我心里的不安定可想而知了。那除了是线上小组的聚会以外，我也会关心朋友之间有没有打疫苗，陪伴我的孙子那剩下的时间我就是阅读圣经。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内心就比较有充实了，比较平静了。在7月初的时候，我要很感谢我的小英组长邀请我加入RPG 读经小组。那我们要为彼此生命册的祷告对象来祈祷，跟祝福他们但对我初学的这个读经的人来说，确实是很害怕，而且有压力，因为我不知道要如何来取用神的话语来为我代祷的对象给予祝福。所以我祈求主，我怜悯我的不足，我的软弱，求主来赐给我智慧，求主开我脑门，让我的心智更加的成长。是的，我晚上的时候在祈祷的时候，主
从来他就是没有放弃过我哦，他一直给我信心，一直给我力量，给我学习的道路。1次、2次、3次，这样子的开口祷告，我心里更加的平稳，我不再害怕去祝福别人的祷告，我也要非常的感恩啊。那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会倚靠在主的臂膀下，我安然入睡。我要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主。我们17小组哈，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热络哈。那能够这么的热络，我觉得这当中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美英姐哈，她是我们的小组长，她真的是非常尽心尽力的一直在经营这个小组，然后她真的是很会建立关系这样子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美英姐的分享。牧师、师母，长老，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美英，就是今晚呢，我也要来做小小的见证，我要来见证神的奇妙的恩典。在经文里面有提到说，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也成为我的帮助。说你以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是的，回顾在今年3月16日的时候，我们小组有这样的一个户外的关怀活动。那我们在这样当中，其中有多位的未信主的朋友来参加这是我们很开心的，就要来出游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在预备过程当中，有出现了小小的插曲，就是有一位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在3月16号我们的出游，他们过了2天之后，他们就预定要去参加庙里面的那个妈祖绕境的活动，大型的活动。那可是他也很愿意的成为，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出游。那我们也很乐意的接待他们。那这个当中在安排车辆的时候，这个妻子就来告诉我说，组长不好意思呢，当天那个车辆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前往，那可是我的老公给你们带去。那我要就是我到时候呢，我就会去那边跟你们会合。那我就心里面想说，当然要问一下为什么。那他说，就是刚好绕境活动，从南部来的要在桃园集合。那他是那边的经办的人员，他要去接待。然后我后来想一想，也不能说也不能就答应了。可是我心里面在想说，怎么办呢？那上帝，你要来帮助我们，因为车辆的关系。结果我很感谢神。当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尤牧师，我们的尤伯宏牧师就出现在我眼前。他没二话不说，他就说好，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前往。但是我觉得上帝都知道我们的难处。那接下来呢，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3月15号的凌晨，我莫名其妙的就发高烧，然后就送急诊。也不知道什么病因，就是整个人不对劲。因为疫情，所以我们就联想到很负面的东西。那时候我老公就说：“我们快去做急诊，我看你不对劲，因为就是忽冷忽热，然后就不对，我们就赶快到桃农去，就是桃园的荣民院去挂急诊。回来之后就拿了一大堆抗生药，吃完之后并没有好转，而且是非常的虚弱。怎么办？隔天就要去出游了。我还躺在这边，整个人就没有吃东西，软趴趴，就没有办法动弹。
后来才知道说，姐妹们就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过了不久，我们的桂珍姐她说非常担心我不能一起去，她会很害怕。她就说：你去找个诊所去打个营养针，我看会不会好起来。就这一句话，上帝医治了我。我在那边躺了2小时之后，就隔天就完全痊愈了。我要来大大赞美我们的神哈，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医治了我，他拯救了我。接下来，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嘛，好，随着他们。我要讲的是说，这位姐妹不是说她要去接待南部来的那个朋友，说要去绕境的这件事情。结果我隔天到现场的时候，突然这个姐妹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就问她说，我很惊讶，问说，你怎么可以来了？她说被来那个南部来的那个车辆突然就抛锚了，在那个高速公路就抛锚了，我就不用去接待她了，然后我就可以如期的来跟你们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上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作为，让我们感受到说，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看顾，他都保守我们。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也感受到说，真的是上帝是看顾我们所有的事情。他不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阿们。好，还有我们的见证非常多哈，然后我们还有第2段影片，请张玉帮我们放。当终于下定决心来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时，才知道主是如此的爱我及保守我的家人。今年的5月份，我的2女儿小雨突然情绪失控，一直说话，言语非常夸张，停不下来。她已经1个礼拜没睡好，每天都睡不到2个小时。刚开始我们都摸不着头绪，慌乱无章，非常着急。第一时间我也请我的小组长莹姐为我安排，请教会牧师为小雨祷告。祷告回家观察后，情况并不乐观。我的弟弟知道后发现是邪灵的搅扰，当晚晚餐后便说要去祭拜祖先牌位。因为家人是拜拜的，我不好意思拒绝亲人的关爱，只好到2楼去拿香祭拜。因为我和女儿都是受洗的基督徒，都知道虽然拿香，但心里也知道要默念上帝的名，所以我们都拿香祭拜了。殊不知隔天弟弟竟然没经过我的同意，早上10点时请来道士要为小雨除煞。这时我正在跟姐妹通电话，叙说昨天的事件。我马上请姐妹为我祷告。她说，女儿是你的，你要勇敢拒绝。我也叫大女儿赶快通知属灵长辈，请他们为我代祷。经过大家的代祷，我和大女儿到客厅面对弟弟、母亲和道士的询问。我当下直接勇敢拒绝他们的帮助。我说去医院拿药治疗也需要时间。弟弟说这样严重要马上处理。道士马上说要在2楼，要在楼下办2桌法事，要不然没法了事。我和大女儿跟弟弟周旋说要给我们时间治疗。弟弟说那好，要用多少时间？我说至少也要3个月才知道。弟弟说那好，我就给你们3个月，等3个月后再说。就这样，神就排开道士的除煞及法事的安排。经过牧师介绍，到桃寮医院就诊，确认是躁症。这当中，神感动小组长在群组为小雨的病情代祷。我深深知道，
纵使前面道路艰辛，但主差派天使来安慰我、陪伴我、关心我，使我倍感到温暖。神将我的害怕、恐惧、担忧的心，圣灵亲自来安慰我，因为我坚信主一定会为小雨的生命负责，他必定医治小雨。感谢神，小雨在职场上一直表现良好，经过与上司沟通，公司也同意让小雨请假3个月去做治疗。从5月份病情发作到现在8月底，这段时间持续祷告及服药治疗，病情逐渐稳定。医师评估小雨可以回到职场工作，这消息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我相信这些都是神大能的彰显，他保守我们不受遭害，他也医治小雨从害怕到平静安稳。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掌权。箴言8章17节，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见。在90年3月，由于陈锦丽老师带领我和二儿子吴奇云进入了教会，刚好是圣歌队在唱诗歌，我和儿子深深的被诗歌吸引住，加入了圣歌班，在圣灵的赐福下融入了教会大家庭，同时也受到了姐妹们的关怀。在91年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也从此过着平安喜乐的日子。3年后有一天，儿子在圣歌队受到了挫折，心灵受到了创伤，差点跌倒，但我心中有主，不停地呼唤我的主耶稣。可惜我的儿子再也没进入教会。很幸运的是，主怜悯我，关了一扇门又开了一扇门，好像主又派给我一位良友许碧云老师，他不断的协助鼓励，成为我的属灵同伴。我再次受到圣灵的赐福，与主同在，求主随时的保佑我。在今年的3月，我在游牧师许可和喜乐小组组长小英的热情，让我加入了喜乐小组团队。感谢主不断的赐福我，恩典满满，赐给我智慧，让我时时感恩之心赞美主，让我又惊喜又惊又喜的是，在翠芬长老的领导之下，在每位都是精英主的同工，年轻美丽又活泼喜乐。很荣幸我在这个小组里很幸运的学到美味的精华和新的知识。感谢主，圣灵的赐福我，在7月由美秀的引导，我和阿美姐加入了 RPG， 每周2次学习如何代祷赞美，互相代祷，圣灵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一切都交托主来保护我们，然后保护我们交托在这疫情严峻缺乏疫苗之下，如何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远离疫情求主天佑台湾。那么一切都一切荣耀归于主。我感谢主，祷告是亚洲之名，阿们。主不曾应许天色常蓝，一生所行鲜花满径。主不曾应许长情无余，无忧无苦，欢乐常年。
疫情就像勇猛的吼狮，将吞噬我们，瞬间让我们惊慌失措，人与人间的距离顿时强制隔道墙，让我们框住后犹如成为孤岛上的浪子。幸好我们全能阿爸父神，当耶利米掉进污泥中，似乎已陷入人生尽头时，然而神对他说：你放心，我要为你兴起帮助者。感谢父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了若指掌。在这关键时刻，神派遣崔芬长老和朱慧姐邀请我和他们组一对 RPG 祷告王。我们的心就像一张网框连在一起。上帝说，凡在地面上有2、3个人奉我名聚集的地方，同心合一的祈求，他就在我们中间。虽每次只短暂几分钟线上连结代祷，但在这疫情困境中，仿佛让我在沙漠中突现一座瀑布，喜乐平安的泉源覆盖了我内心的恐慌。从 RPG 中，我儿子在美国胃溃疡旧病复发，只身在异国，我只能把焦虑交托给神。感谢主和我属灵同伴迫切的祷告，现在冠界已能恢复正常生活。大儿子冠人的三峡城辖门市因为捷运施工2年多来每月的亏损，神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在公司尚未批准结束营业前，神都有他的计划。在桃园正声高中出口的复兴路上，神又为冠人开启另扇门，让我感受到困境并非绝望，乃是上帝要我们靠着信心的确据，逆转胜，绝处逢生，来见证他的神迹。这一切恩典都要归功我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和我属灵伙伴与我携手共同铲除布满眼前的荆棘。谢谢大家。5月疫情开始以后，区长跟小组长开始推动线上的 RPG 祷告小组。一组 RPG 祷告大概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又不止参加一组。一开始在我心里是有点排斥的。上个月我在网络上贩售了模具商品，有客人要订购一组，于是我就委托模具厂商帮我制作5组。因为一次委托是有一定的数量，细胶模具的单价对我这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家庭主妇来说，其实是有点高。寄出1组以后还剩下4组，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4组要怎么样贩售出去呢？连续思考了好几天，仍然没能售出。是要办活动，或是在各大社团发文贩售，还是另外有其他销售管道呢？其实我没有要赚大钱，只是想赚点零用钱而已。隔天看到时间，每日的 RPG 祷告又到了，我心想，干嘛花那么多时间祷告呢？再加上大家也不只是祷告啊，祷告完还有聊天，还要聊很久，是不是应该把时间挪出来做网络销售呢？心里有很多念头涌现，看时间1分1秒逼近，我心想，算了，反正我已经放在虾皮销售，就这样吧，就先去做 RPG 祷告。每次 RPG 祷告都获得很大的鼓励。这天在选择要不要祷告时，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祷告。虽然祷告前常常有很多征战，也常在选择中摇摆，但神是喜悦我们祷告的神，恩典总是发生在顺服之后。这天 RPG 祷告结束后，居然那4组模具在虾皮显示售出，并另外有5位客人留言询问。神不但帮助我把所定的这5组售完，又帮助我多售出5组。感谢神，就如同圣经上所写，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阿们。好，很不好意思哈，今天的祷告那个见证非常的多哈，那耽误了大家一些时间，但是这是很难得有一次就是
轮到祷告见证的时候，不用担心没有见证这件事情哈，反而见证真的是多到说哦，够了这样子哈。那这都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祷告开始，只要开始祷告，一定会有事情发生。那这是我们这个小组的那个见证哈，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主哈，哈利路亚。刚刚我们透过这些这么多位的姐妹哈，我坐在那边也一直听得非常的仔细，真的是让我们的内心呢，心灵更得到饱饱的满足。阿们吗？好接着下来我们要用一点点的时间哈，无论我们是在实体或是在线上，我们这个时候也要一起来为教会，那么为了教会的时间，咱做要来互相来祷告哈。好，我们要祷告之前，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章节来。使徒有大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多蒙大恩。来，咱来宣告。求主奉献迦南教会，大家同心而乐敬拜，领受圣神所赐气力，见证主耶稣大恩。阿门。好咱要为着教会一些事工来代祷为牧者以及我们的长子团队，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在教会里面服侍来代祷。第二项呢，我们也要为今年的已经到了8月份了到8月底了那每个事工这些的计划跟服事来代祷虽然疫情这么的严峻，我想多多少少都有受影响，但是我们的主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相信疫情虽然很严峻，但是我们的做工还是会有果效不要影响到我们这些的施工计划跟我们机会来进行。第三呢，我们也要为小组的事工推动牧养特别我们有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这些开放式的关怀小组领袖小组这些的倍增，我们要代祷。第四项我们要为隔壁我们33号2楼我们的新堂格兰49号这一栋大楼有一些的装潢，我们要来做整修啦目前我们正在做这个设计的工作我们也求上帝给建筑师这设计师有智慧有能力，尽快来完成我们这个设计的工作第5项，我们要为受洗者张浩峰弟兄信仰告白的张俊文姐妹来代祷。第6项为8月29号儿童线上的阿嘎贝同协会。第7呢，为青年牧区的 Person Upper Grade 青年小组这些的联合欢庆升级这些的事工呢，我们一起来同心来祷告，在上帝面前，我们把这些事情仰望交托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开口来祷告。至圣的主，点睛暗暝，愿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每一个人拢是你欢喜独一无二你所听的囝子。主啊，咱这节，阮无论是伫
圣殿，或者是伫阮个人的厝里线上。主啊，总是阮的心是结连做伙。主，阮这时阮要来到你的面前，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为着阮牺牲你宝贵的性命。主，你甲阮讲，你是这个世界的光。总是主，你爱阮每一个人，诚做是世上的光甲盐。主啊，总是阮拢非常的软弱，阮有时失措跋倒，有时软正，甚至阮伫遐真忧闷。总是主，你予阮真大应允，你要诚做阮每一个人的帮衬甲倚靠。阮要伫失望的中间，又愿要充满着盼望，将盼望放伫上帝。主啊，阮的教会，阮有做这的牧者，阮的众同工。主，当阮担心伫服侍的时阵，主啊，恳求你，互阮会通人人学习耶稣基督的心最深，阮彼此合意伫你面前来做你的事工。主啊，阮看见教会内面，阮有年度做这事工的计划。主啊，总是受到这疫情真侪影响，甚至阮的奉献嘛有伫减少。主啊，阮的事工做得到这脱解。主啊，总是阮感谢你，你予阮做这智慧，甲这应对的措施。主，阮在你的真理无变，总是阮传福音的方法要改变。主，阮透过这线上，你也还学着做这技巧，要安怎来传福音。主，因为你讲，当阮若伫你的面前，肯欢喜发挥，来回应主你所予阮的恩赐的时，主啊，你就要兴起阮的作为。愿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位同工，阮拢会通伫你的面前，肯为主把握机会，为主你来做工。主啊，阮若听见下暗做这的姊妹遮尔美好见证的时阵，阮更加来激励阮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阮应该都爱较来遵守主你的真的道理，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因为通过这美好的见证，主啊，就要互做人因为安尼来亲近你，来认捌你。主啊，但阮确信主你要互阮的应允，阮的教会要伫这个所在。传福音的门，你要为阮来拍开。阮也的确相信，主你要互阮的传福音，同解有的效果，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虽望伫这个疫情的中间真危险，总是阮犹原要感谢主，你的确要想出，互阮有一个真安全的环境来徛起，以及阮要来做这事工的工作，拢无受到阻碍。主啊，当阮要将阮教会新堂以及阮这个旧的拜堂，阮要来做整修。主啊，总是阮的智慧无够业。主啊，阮毋知主你爱阮做的是要到怎样，总是阮确信，凡事拢有上帝你的立理，阮就甘心乐意顺服伫你的面前。阮也要为着设计师来祈祷，愿你会有够的气力。主，你知影阮所需要的，阮就照你所予阮的阮向头前来进行。毋望阮这个装修的事，赶紧会通伫遐如期来达成，奉献来做主你的事工。主啊，阮也要为着要来受洗，甲信仰个别的姊妹。浩方甲正文，主啊，你诚做因人生中的愿望，你诚做因人生中最大的改变。这个福分，主你要互因来得到。当因有最后所有基督在旁边伫身上的时阵，因也要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对安尼，搁来影响伊的朋友，来扩大你的国度，帮咱行出上帝你伫因身上所做的这美好的事工，阮也要为着儿童线上这阿加贝的同学会，
或者是青年牧区，因这做这欢庆的活动、升级活动，主啊，这个拢需要主你和每一个同工有聪明甲智慧来计划。主啊，我确信所做的每一项，拢要来荣耀主你的名，拢要来和主你的福音事工来扩大。毋望通过这个，也会通和这个小朋友、这个青年，甚至影响到因的家长来认捌上帝你的福音。毋望这个福音就通过安尼来扩大。主啊，求你甲阮教会所做每一个事工三个地带，希望阮开来有限，总是阮愿意顺服伫上帝你的面前，阮将一切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阮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接着咱要为着这年长者信仰生活来代祷。我们同样来读一节经节来，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好，咱来对了宣告来，年长唱新歌。俄勒救主恩典大，圣神感动快乐活，分享福气团开阔。阿门。好啊，今嘛有6点6点为这些年长者信仰生活代祷透过这些年长者的事工呢能够让年长者有柔软的心来接受福音，成为上帝的儿女领受异梦，成为信仰的典范。第3，有尊荣丰盛的生命见证主恩，让他们的身体机能有好的保健与医疗让这些年长者呢妥善安排退休的生活高龄化这些的安养的工作呢我们都为他们一一来提名来生活这些来做代祷。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要为着这年长者因的信仰生活来代祷。透过阮众人互相伫遐来关心，主啊，理解3个地带，每一个年长的主啊，因拢会通伫遐得到助力，大大的享受甲祝福，互因成做阮信仰的典范。因的身体机能拢有好的、真好的保健跟医疗，互因会通安排真好在退休的生活在安养的工作拢无欠缺。主啊，阮伫你的面前，将搁一遍将因年长者拢交托你的手中，愿你听阮祈祷恳求的声，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慈爱又怜悯恩典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爱人又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的生命得救，在你的爱里享福。不论我们年老发白，我们仍然要定义在你的真理当中站立，领受异梦，举起祷告的手，在你的圣殿教会当中同工。主，我们向你来恳求，众信徒的心仍然对福音来火热，在教会推动的福音年长者事工当中，不仅是领受到福利，更是领受到福音的管道。我们也因着高龄化的社会结构，教会能够透过年长者的信主，也来得着他们的儿女，叫他们因着信，一家都必得救。让我们的信仰一代传一代，一棒接一棒。主，求你激励我们的心，叫我们要活出主你的信实跟美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相信神，你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心意跟计划。我们凭信心来领受，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再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来回应神，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你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
着希望的种子，漫游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再一次来，我们来唱。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所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并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漫游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漫游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看为肢体的身心灵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语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咱洪做名做来宣告讲。我若心神有艰苦，赶紧找求主耶稣，伊会伸手来保护，互我心神得坚固。阿门。咱要为着这年老身体衰烂的这兄弟，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渐渐在老人化、高龄化也好多这些的癌症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刚才那首诗歌讲天父的孩子他拥有这样的权柄能力，我们如何学习祷告来对付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些的困境。我们也为着这些的病痛的有慢性病有这一些的身体不适的还有打疫苗有这一些的副作用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有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我们恳求神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我们的同工也是一样，那坐骨神经痛起来要人命有一些心灵的这一些的软弱但是感谢主，让他们能够出院也能够继续来休养我们来为着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着这些年老体弱的病痛的，特别是这些癌症的心灵受这一些的压制，求神自己的自由与他们同在。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要为着我们的长辈来祷告。主，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长辈，他们年老，他们体力衰微，主，他们身体上面有病痛，主，他们生活上有障碍，主，他们的行动上有困难，主，他们的身心灵都感到疲弱。主，我们求圣灵就与他们同在，派天军天使进入他们的心，在他们的四周围保护他们。圣灵保卫师就进入他们的心里面，对他们说话，对他们唱歌，安慰他们，祷告他们。主耶稣，我们的神所赐给他们的信心、勇气跟力量跟智慧，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休养的期间都有神你的看顾，身心灵都得到健壮。谢谢。现在主耶稣，虽然我们的年岁逐渐的增长，
身体的衰弱，但心灵与主更接近。主要看见这些的年长者，他们的生活当中面对许许多多这些慢性病，或者是这些心灵的软弱，恳求主你除去，特别是在这疫情当中的郁闷，释放他们得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主要面对这一些的癌症的冲击，心灵的苦闷，主你知道，你知道他们需要你的医治。主你知道他们在主里面也可以得到盼望，没有什么任何的拦阻可以拦阻你对他们的慈爱。主，我们恳求你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靠主得刚强。当他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医治的大能便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身心灵交在你手中，愿你与他们在这困境当中同在，也在这样的软弱当中医治他们，让他们得自由，见证神你医治的大能，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一起来回应神的恩典，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幸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荣耀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们排长将荣耀归给我们神。哈利路亚！主，我们的盼望能力都因着耶稣的名，在你里面我们有盼望，有能力，有平安，有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能够让我们成为神你恩典的管道。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请坐，我们的祷告会就到这边。